好来，乡亲啊，今仔日2月14是西洋的情人节，台北的迪化街207博物馆举办，予你一场小情批的展览会，佮有行政院的前院长孙运璇写予夫人的情批哦。大家会当看到迄个无通讯软体的时代，大家是安怎一字一句来写下心中的意爱。 世上上深的太平洋海沟嘛，无我爱你。这深情感动人的文字是已经过身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写予夫人的情书。在他早期来到台湾的时候，跟夫人分隔两地。那后面的这一个情书的话，其实是在孙院长身体状况比较不好之后所写出来的。伫无 MSN 无耐年代，真济台湾4、5、6年级生，心中的思念拢用写的寄予远方的情人。 因为随着时代进步，即马已经真少人用笔伫写情书啊。情书这个分为好多个阶段，从在校园里面的这种传递纸条的这个一开始萌芽的爱情，然后到了分隔两地，那甚至是一个大时代儿女之间的情怀。 迪化街207博物馆呢，予你一封小情书展，除了展出民众提供的情书以外，嘛介绍批纸的技法，展览到9月7日为止，予民众回味过去单纯的恋爱。